默默作證，長雅各伯。耶穌嘅12宗徒裏邊有2對兄弟，除咗伯多祿同埋安德肋2兄弟之外，仲有載伯德嘅兒子雅各伯同埋若望。按照對觀聖史嘅記載，呢1對兄弟亦都係屬於耶穌召叫嘅首批門徒。被耶穌召叫之後，佢哋好爽快、堅決咁樣拋棄一切，包括自己所有同埋自己最愛嘅親人，跟隨咗耶穌。我哋叫呢一位載伯德嘅兒子雅各伯做長雅各伯，因為喺12宗徒裏邊，仲有另外一位阿耳斐嘅兒子，都係叫做雅各伯。呢位長雅各伯最獨特嘅係佢雖然唔多說話，唔突出，但係佢時時喺耶穌左右，細心吸納一切。耶穌生平有幾件事蹟喺佢身邊親眼見到作證嘅，唔係全部嘅宗徒，而只係得3位：伯多祿、若望同埋雅各伯。耶穌喺雅伊洛家復活佢嘅女兒嘅時候，只係帶咗呢3位門徒。耶穌顯聖容同埋受難前夕喺山園祈禱嘅時候，身邊亦都係只帶呢3位門徒。雅各伯時時都係其中之一。喺雅伊洛屋企，雅各伯能夠同其他2位門徒一齊親眼見到耶穌嘅大能，就係佢使人從死亡之中重獲生命。又喺大博爾山上面，從近距離睇到耶穌顯露自己嘅光榮，見到耶穌同梅瑟同埋厄里亞交談，表示自己係舊約嘅法律同先知嘅總結同埋高峰。雅各伯亦都聽到從天上發出嘅聲音，指明耶穌係天父中悅嘅兒子。跟住喺革責瑪尼山園嗰一晚，星光暗淡，樹影朦朧，喺愁淒沉重嘅氣氛之中，雅各伯同其他2位門徒雖然睡意難擋，但係亦都能夠體會到耶穌嘅痛苦，聽到佢向天父哀求，見到佢悲傷恐懼。耶穌3番4次請求門徒要醒悟，陪伴住佢，同佢一齊分擔。雅各伯對耶穌嘅奧蹟、佢嘅光榮、佢嘅痛苦，應該有相當深入嘅體會，使到佢日後能夠勇敢咁為耶穌作見證，直至到佢流血捨生。仲有一個片段值得一提，當耶穌入去耶路撒冷嗰陣，門徒跟隨住佢，睇到聖殿嘅璀璨耀目，建築輝煌，大家都讚嘆不絕。佢哋對耶穌講：師父，看，這是何等的石頭，何等的建築！當時喺佢哋眼前嘅聖殿，確實係堂皇亮麗。呢座啱啱喺大約40-50年前被黑落德重建嘅聖殿，佢個宏偉遠勝撒羅滿時代嘅初建。耶穌面對呢間宏偉嘅建築，亦都感慨萬千。佢預見呢一切將會被拆毀。佢話：將來這裏決沒有一塊石頭留在另一塊石頭上。佢所指嘅係公元70年，耶路撒冷城同埋聖殿都會被羅馬人毀滅，從此以後再唔會有重建啦。門徒聽到耶穌呢番話，雖然唔係咁明白，但都感到好震撼。佢哋同耶穌一齊行上橄欖山，一路上心事重重。當佢哋停落嚟面對聖殿坐低嘅時候，伯多祿、雅各伯、若望同埋安德肋就私下問耶穌：請告訴我們，什麼時候發生這些事？這一切事要完成時，
將有什麼先兆？耶穌就同佢哋講咗一篇都比較長嘅訓言，呼籲佢哋要謹慎、醒悟。可以睇得出呢幾位連雅各伯在內嘅特別緊密跟隨耶穌嘅門徒，對耶穌所講嘅嘢感受特別深，思考亦都特別強。佢哋同耶穌嘅關係亦都好親切，好自然咁向自己嘅師傅發問，表達佢哋心中嘅疑惑，亦都表達誠心受教，願意對救恩嘅福音了解更加多。按照宗徒大事錄嘅記載，雅各伯係12位宗徒裏邊最早為主捐軀捨生殉道嘅。喺公元40年左右，大黑落德嘅孫黑落德亞基帕為王，迫害基督徒。在那個時期，黑落德王以下手磨難教會中的一些人，用劍殺了若望的哥哥雅各伯。他一看到猶太人喜歡，便命人連伯多祿也加以拘捕。喺呢一場教難入邊，雅各伯首先遇害。佢可能冇太多嘅時間傳教宣講，但係佢主要唔係以言語，而係以生命為主作見證。不過有一啲比較遲寫成嘅歷史報道，就話雅各伯去咗西班牙嘅一個城市傳教。又有傳說認為唔係佢生前去過，而係死咗之後佢個遺體被帶咗去嗰度。總之，西班牙呢個城市 Santiago de Compostela 同雅各伯結下咗不解之緣。整個中世紀呢個地方都係基督徒朝聖嘅重要地點。時至今日，每年仍然都有大量嘅朝聖者湧入呢個城市，虔誠祈禱，做補贖皈依。可見雅各伯唔單止喺佢在生嘅時候，亦都係喺佢死咗之後呢20世紀以來，不斷咁默默伴隨耶穌喺教會之內為佢做見證。